台文的教授袂晓写台文，作者蒋志玲，20202月7日。你敢捌看过英文系教授袂晓写英文？你敢捌看过日文系教授袂晓写日文？你敢捌看过华文系教授袂晓写华文？是安怎一个台文系教授袂晓写台文？看做是当然，毋但台语。伫台湾所有诶本土语，拢有一款怪现象。过去外来政权一方面强制用华语取代台湾本土语，一方面甲本土语拍做无水准、无路用诶语言，所以无设系数来培养师资。一般会晓母语、为母语拍拼诶人，无几个人有语言方面诶学历资格。所以当初设台文系数诶时，只好去其他诶语言系数找师资。这个师资主要来自中文系数，其次是英文系数。遐人诶博士资格，毋是研究本土语得到，通常简单会晓听讲台语，无具备台语读写能力。部分因为惯习用华语上课，甚至无使用本土语上课，也是演讲诶能力。新设系数起头老师无教，去别个系数招教授是无要紧。问题是遮招来诶人无心救台语，颠倒为暗砍家己诶含慢，竟然甲台文系数分做文化组甲语言组。佮讲语言组才需要会晓台语，台文系数无需要用台语文。教育体制嘛，用阮即款怪现象存在，真是起有处理，真正是世界级诶怪谈。敢讲研究日本文化诶人无需要学日语，研究英国文学诶人毋免会晓英语，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诶欧美学者有英文翻译诶文献通看就好，做二手研究。可谈，连教育人员都会当安尼死猪定点，无怪要叫人重视母语，救母语遐困难。因为即款诶错乱，即马台文系数诶学生，莫讲叫因用台语书写，甚至连听讲都有问题。即款情形，伫其他本土语系数拢真普遍。若无系决心改善教育体制，要求教授对本土语爱有书写能力，救母语只是嘴讲尔，设台文系数嘛是做样尔。教授直接面对学生，因诶能力甲风范，严重影响人才诶培养。既然要做本土语教授，用一点仔精神学本土语嘛是应该。所以我建议严格规定本土语教授要有本土语听讲读写诶能力，互因5档诶时间调整，5档内无通过相关本土语检定，未晓用本土语书写甲发表论文，伊无适任处理。5档诶权限已经有够长啊！若也毋重视本土语，也未够要求，无应该互因继续误人子弟，伤害本土语教育